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，多謝收看及關注。今晚嗰集夫妻廢片，4位主持聯同馬國明、譚俊彥、陳敏之、連詩雅、梁諾妍分成男女組，大講家庭財政大權。兩大視帝馬明同譚俊彥嘅寵妻程度再創高峰，兩個都話將財政交晒俾老婆。馬明仲自爆同老婆嘅聯名戶口，即係佢出糧戶口，仲加埋阿媽個名，啲錢全部自己出，獲封絕種好男人。但佢事後笑稱只係怕煩先咁做。譚俊彥就話有咗小朋友後財政壓力大，但堅持獨力養家，唔想老婆出外受委屈。佢話啲委屈我頂晒，佢負責屋企其他嘢就得。佢仲自爆後生試過窮到冇錢交租，要買心頭好，從此學識唔可以先使未來錢。女子組嘅私幾錢話題一樣精彩，連詩雅同陳敏之都認買新手袋唔會主動話俾老公知。吳若希就嬲爆爆話老公一個月打機課金幾千蚊，等於小朋友一個月學費。梁諾妍就同洪永城夾錢交租，財政完全披露，仲爆埋洪永城嘅密碼秘密，相當驚人。律師環節拆解婚姻財產權益，曹永廉搞笑對鏡頭大叫：我老婆唔好睇呢個節目，全場爆笑。想知更多，記得繼續睇夫妻廢片。